根據地理學家嘅研究論證，古時嘅廣州如同如今嘅意大利、威尼斯一樣，係一座不折不扣嘅水城，河道如巷，水系成網，係對古時廣州城最準確嘅形容。宋代修築嘅陸密渠匯集城北水流，經城區匯流到護城河，再注入珠江，最終形成陸密街通海、青山半入城嘅獨特城市格局。經歷滄海桑田，我哋今次特別策劃嘅主角東濠涌成為咗廣州陸密渠中唯一保存落嚟未被完全覆蓋嘅河涌。今期節目，我哋會繼續沿住東濠涌 City Walk 為大家介紹沿線景點、古蹟以及有趣故事。喺上期節目中，我哋帶大家探秘咗東濠涌嘅源頭，廣州最古老嘅天然河道，位於白雲山蒲澗嘅金溪，以及東濠涌從明代至今嘅起點麓湖。今期節目，我哋跨過越秀區嘅環市中路，從東濠涌嘅小北段開始出發。小北段嘅東濠涌擁有小北橋、狀元橋、粵溪橋、粵洞橋、潼關橋同埋朱子橋。6座橋梁分佈喺沿線嘅舊北園同埋朱子寮兩個社區當中。小北路嘅得名係因為呢度曾建有清代廣州城門之一嘅小北門，而我哋今日散步經過嘅舊北苑社區嘅得名就係因為呢度曾經係廣州3大園林酒家之一嘅北苑酒家嘅舊址所在。北苑酒家始創於民國17年，由當時嘅廣州市商會會長周殿邦創辦。呢度地處登頂白雲山嘅必經之路，林木清幽，環境宜人，一開業就成為廣州城軍政要員、商人同埋文人雅士聚會嘅首選地方。1957年，時任廣州政府決定出資擴建北苑酒家，並整體南遷到今日小北花圈嘅位置。新酒家嘅設計由著名建築工程師莫伯治先生負責。眾所周知，粵劇名編劇南海13郎嘅父親太史公江孔殷，唔單止係清末廣東文壇4大金剛之一，更加有名嘅一代食神。莫伯治先生喺重建北苑酒家嘅時候，收集咗唔少當年因為歷史原因而流落喺民間嘅太史大建築材料。太史公一心識飲識食，太史大嘅建築材料作為頂級食府嘅裝修而得以保留落嚟，亦都算係不幸中嘅大幸。狀元橋嘅旁邊係廣州第17中學，搭過狀元橋就可以行入學校。17中嘅前身係廣州民國3大私立中學之一嘅大中中學。正對校門嘅大鐘樓係由近代建築大師林克明設計，喺近90幾年嘅歷史中陪伴師生一齊成長。正如我哋喺上集節目所講，東濠涌形成而家嘅規模係由明朝兩廣總督韓雍開鑿黃華堂，將文溪水引入東濠涌開始。黃華堂其實就係而家越秀區嘅黃華路一帶。黃華堂地處東濠涌上游嘅低洼地帶，擁有2處天然水塘，所以當地嘅村民又會叫呢度做黃媽堂。明末時，真人咸可喺黃華堂主持修建黃華寺，成為明代廣州4大叢林之一。到咗康熙年間，黃華寺改建為普濟院，又名女老人院，作為專門收容老婦人嘅慈善機構。現存嘅普濟園咁剩低我哋今日參觀嘅位於東濠涌旁邊一座大堂建築。普濟園遺址採用岩山頂青磚牆石腳結構，檐下設雕花風檐板及4架捲棚廊，係非常典型嘅清代官式建築。如果普濟園代表咗黃華堂嘅貧，咁由張之洞籌建嘅廣東錢局就代表咗黃華堂嘅富。廣東錢局於清光緒15年投入生產，係中國最早生產機製銀元、銅錢嘅工廠，位置大約就喺而家黃華路上嘅省委黨校一帶。清政府為咗方便錢幣運輸，喺錢局嘅前面開鑿水道連通東濠涌，就咁樣一箱箱嘅銀元通過東濠涌流通全國。而家喺附近嘅錢頭路社區，正係因為作為運送錢幣嘅起點而得名。原則上冇問題啊。總之我哋今次得就食牛扒，唔得就黃華，受把啦。好啦，10月19得就牛扒，唔得就黃華。省港旗兵中嘅呢句台詞入面有黃華，指嘅就係黃華路上另一處已經消失嘅歷史建築——廣東省第一監獄。監獄由陳濟棠主政廣東期間興建，可以關押犯人達2000人，係當時全省規模最大嘅新式監獄。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嘅50年代，先至被拆除棄用。至於當時監獄嘅位置，大約就喺而家嘅省公安廳地塊。
最後，我哋仲喺黃華路上揾到咗紀念被侵華日軍空襲黃華堂而不幸遇難嘅村民紀念碑，血淚灑黃華。紀念碑係見證當年日軍轟炸廣州城嘅重要證據。如果覺得本期嘅內容可以幫到大家發掘廣州唔一樣嘅一面，就記得幫我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啦。跨過東風中路，我哋嘅下一站就係東濠涌上最有名嘅古橋越秀橋。越秀橋喺清代已經存在，係往來廣州北郊同埋城內嘅必經通道。民國年間，廣州接連遭遇暴雨，東濠涌爆發大水災，越秀橋作為不斷咽喉被徹底重建，於民國24年完工。沿住越秀橋往下游繼續步行，經過洪聖橋同埋三秀橋，就係東濠涌博物館。東濠涌博物館係國內首個城市水專題博物館。博物館嘅主體建築係由2棟民國時期東濠涌旁邊嘅紅磚嶺南小洋樓改建而成。博物館共2層，5大展廳，展出咗東濠涌從護城河水上商貿動物到一度黑臭污染、水患嚴重，再經過綜合治理，重新為生態逼道嘅歷程。具體嘅展品，我哋會結合下一集東濠涌 City Walk 最終篇嘅內容，為大家慢慢講解。一場嚟到小北呢個而家喺廣州最具異域色彩嘅多元文化社區，當然唔可以錯過冷門嘅異國美食。呢一間藏喺小北某商城2樓嘅餐廳係也門菜嘅專門店。最近一次聽講也門呢個中東國家係因為2015年嘅撤僑事件，以及根據相關事件改編嘅電影《戰狼2》。也門地處阿拉伯半島南端，自古就係香料商路樞紐，飲食融合咗海灣同埋東非烹飪特色。根據我用餐之前做嘅功課，色拉塔係也門嘅國菜。大家見到頂層沸騰嘅泡沫係最有特色嘅葫蘆巴泡沫，浸泡打發嘅葫蘆巴子形成綿密嘅奶白色泡沫，自帶溫潤微苦嘅堅果風味，中和咗羊肉湯嘅油膩。配菜方面有燉到軟爛嘅茄子、薯仔、紅蘿蔔同埋秋葵，烹飪手法非常簡單，但肉香同埋多種香料之間嘅平衡做得好好。呢個亦都係我中意中東菜嘅主要原因。食中東菜點手揸飯似常識吧。也門版本嘅手揸飯最大嘅特色係用咗土窯密閉分烤，烘烤嘅時候雞肉油脂、汁水同埋醃製嘅香料持續滴落滲入米飯當中，每一粒嘅阿拉伯米都吸飽肉汁同埋煙燻香氣。至於雞嘅品質自然就係冰鮮雞，但勝在用嘅香料夠豐富，肉桂同埋藏紅花嘅香味非常突出，而且燉嘅時間夠火候，軟爛易脫骨，非常適合懶人朋友。而最大嘅敗筆就係雞皮燒得唔夠脆口，如果唔係嘅話，分數應該可以俾高啲。烤肉末茄子係店員特別推薦我嘅也門家常菜，亦都係今晚最大嘅驚喜。茄子成隻用炭火烤至外皮焦軟，然後再壓成細膩嘅茄泥，羊肉碎搭配洋葱、番茄同埋茄泥混合燜煮，熬成綿密鹹香嘅肉醬茄子。上菜之前再打入雞蛋，用餘溫焗熟。成個製作技巧俾我有種喺度食粵菜嘅即視感，但味道又係典型嘅中東風味，非常有趣。也門大餅係也門人每餐最重要嘅主食，係承載所有菜式嘅容器。我哋一開始唔知道份量，點咗2個大尺寸，結果3個大男人根本食唔晒。根據我喺網上揾到嘅資料，也門大餅淨係用咗麵粉、清水同埋少量嘅鹽發酵，冇多餘嘅油脂，口感邊緣薄脆，但偏偏中間又有類似印度薄餅嘅千層感，同時帶有小麥嘅清香。相比起之前品嘗過嘅非洲菜主食，也門大餅要討好得多。每份也門大餅都會附贈一碟特色嘅也門青紅醬，由青辣椒、番茄、芫茜、大蒜同埋豆蔻、孜然等嘅香料打碎混合而成。我就特別中意佢嘅嗰陣鮮辣椒嘅清新味道，又辣又醒胃。另外，我仲自己開發咗搭配炒羊肉同埋鷹嘴泥嘅漢堡食法，用也門大餅同時包裹住綿密嘅鷹嘴泥同埋焦香嘅炒羊肉，冰涼順滑嘅豆泥中和咗羊肉厚重嘅油脂，口感平衡恰到好處。鷹嘴泥堅果風味嘅奶香同埋羊肉嘅辛香同樣絕配，非常推薦大家試。下一集就係東濠涌 City Walk 呢個系列策劃嘅最終章，我哋將會帶大家行完成條東濠涌，並且集合博物館嘅展品，帶嚟更有趣嘅相關民族故事。中意呢一次專題策劃嘅朋友，一定要留言或者分享支持一下。我哋下期節目再見。